Hello， 大家好啊！咁我係 Vincent，又到每個禮拜嘅 Vincent 週末清談啦。咁近日啦，阿里巴巴咧就一洗過去4年嘅頹勢，咁就係累創一個疫情之後嘅新高。截至我哋拍片嘅時咧，最高咧係做過153蚊嘅。咁我哋今日我哋就去講講阿里巴巴點解會升得咁好，同埋佢嘅前景如何。阿里巴巴嘅股價可以咁升咧，絕對係因為佢哋做啱咗3件事。第一個，阿里巴巴開發 AI 芯片。大家都知道，而家任何間公司只會同 AI 有關係嘅話，其實個股價方面咧都會有個溢價嘅。第二個就係參考美團嘅跑腿，開發咗一個閃圖出嚟。第三個就係整合咗旗下嘅子公司，推出咗一個咧俾好受歡迎嘅掃街榜出嚟。掃街榜咧其實咧就係阿里巴巴旗下嘅支付寶入邊嘅芝麻信用同佢哋嘅高德地圖有系統咁樣去結合。芝麻信用咧喺國內咧係一個比較令人信服嘅一個信用系統，而高德地圖咧，亦都係國內最多人使用嘅一個地圖系統。咁依家咧，阿里巴巴就係用高德地圖去推廣嗰啲商鋪、餐廳。即係舉個例子，如果大家喺高德地圖入邊揾到間餐廳啦，咁高德地圖帶你去到之後，你寫翻個反饋，俾翻個評分，咁結合埋個芝麻信用之後咧，咁當然啦，會對消費者有一定幫助。但係呢個評分咧，亦都變咗就係好真實。對商家嚟講，佢哋只要專注翻佢自己嘅產品就 OK 啦，就唔使好似以前咁要俾錢去請水軍去俾好評。對於消費者嚟講，一個可靠嘅排行榜對佢嚟講亦都可以減少咗一個係尋找嘅成本嘅。即係話大家都知道，好似我哋去玩間餐廳，好多時候咧都會參考網上有啲評分。咁但係而家國內好多啲評分咧係唔能夠反映嘅事實。大家真係去到個餐廳嘅時候，先發覺個出品係遠遠低過網上嘅一個評分，可能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網紅店咁樣。咁依家有阿里巴巴呢個比較信得過嘅掃街榜出嚟嘅話，咁大家以後揾餐廳就自然會係方便好多。咁而對成個阿里巴巴集團嚟講，呢一次係嘗試將佢嘅子公司開始有機咁去結合。以前阿里巴巴收購好多嘅一啲公司翻嚟，其實都係單打獨鬥。咁最終咧有啲咧公司咧反而係發展得唔係咁好嘅，即係例如好似蝦米音樂咁樣咯。咁依家開始就將嗰啲產品有機咁結合。亦都係做出咗一個1+1大於2，亦都為成個淘寶或者天貓呢一個重要嘅產品帶嚟一個新嘅流量入口。只要呢個嘗試係可以係成功嘅話，咁我相信嚟緊會更加多嘅一啲產品咧係出自阿里巴巴成個集團。咁呢一個對於阿里巴巴嘅估值自然係亦都會係水漲船高啦。阿里巴巴而家都係重拾佢哋嘅創新之路嘅話咧，咁呢個無論之中對於佢哋自己嘅阿里巴巴，定係對於成個中國大陸嘅商業發展，亦都係會有一個幫助。咁最後啦，咁如果大家對於相關嘅題材係有興趣嘅話，咁記得點讚、分享同埋 follow 我哋嘅 channel 啊！咁多謝大家。如果你都中意 Vincent 嘅片嘅話，就記得訂閱、讚好同留言啦。仲有記得分享出去俾朋友。下次見。